来，最近有侪人为着诺罗病毒，小儿科的医师讲，用要拢是囡仔伫咧学校受到菌株的感染，然后早当的厝内底，佮喂互厝内底的人。医师是呼吁家长佮老师爱密切来注意着囡仔的状况。 开学了后，有袂少人拢上诊所，医生就发现有真大比例的人拢是确诊诺罗病毒，而且大部分拢是伫咧学校内底菌株感染，甚至影响到规家伙啊。那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会有一些持续的恶心、呕吐，那有些人会有一些发烧、肌肉酸痛，或者是一些腹泻的现象。医生提醒，诺罗病毒是真够传染，除了接洗手预防，伫咧处理吐的物件时，嘛要做防护甲消毒，就是要用那个漂白水擦干净。 然后自己要用肥皂来多洗手，这样。那他的一些呕吐或者是尿布等等，要包扎好，丢在垃圾桶里面，避免被其他人接触。大部分的患者只要3天就会当家己好，严重的人就要住院观察治疗。不过也是呼吁家长甲老师就要观察囡仔的情形，若是有症头就要赶紧就医，避免扩大感染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